王玉，王玉，王玉！你怎么坐在这里？身上还带着伤，别着凉了，快起来！你身上怎么有血腥味？是谁伤了你？无碍，只是旧伤复发而已。 是因为我杀了大日，抱歉，我欠你一次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也不欠我什么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要你想做，就去做。只是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回头看看，我一直在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依赖我，不会是一个人。我去拿药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可惜你误会了。疼吗？万事。你看青草淡青素流，恨我千秋。疼到我可以喊的。你的伤，亲。太子救了他，任务失败，属下领罚。此举无非是要惹怒太子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好借机夺取兵权。主上筹谋精妙。如果你不是太子，只是陈宇，我不是碎心谷的杀手，只是阿月，那就好了。我走之后，不要被其他人杀了。平平安安。
要受伤。姑姑，此后我与碎心谷还有你，情止意绝了。教养之恩，一命相抵，我们两清。太子虎符被夺，军中流言动荡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盗得太子金印，便可以乘胜追击，让他再也翻身不得。二皇子，二殿下的意思是，可借金印假传太子令，扰乱军心，逼宫作乱。你是聪明的。秋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到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，再无力负起。忆过往未曾落意，那我便多嘴提醒你一句，我那该死的皇兄有那么一点点不好对付。你眼睛从小就是这样吗？怎么，你怀疑我是太子假扮的？玉飞尘，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既然你也骗了我，